上個禮拜咧 ，Vico 就嚟到元朗區沙灘運動節呢一度咧，就打泰拳同埋沙灘手球。今次咧到我嚟到呢個沙灘咧，又嚟翻我嘅主場啦。今日咧就係亞洲女子沙灘排球邀請賽，中國兩隊亞運嘅冠軍同埋銀牌得主咧都嚟到呢度比賽。作為元朗沙灘運動巡禮嘅壓軸項目咧，競爭非常之激烈㗎。原本大二嘅決賽，起碼咧就由兩隊中國隊互相爭奪冠軍，但係咧點知日本隊喺4強嘅時候咧就擊敗咗中國2隊嘅黃影同埋岳元啊！決賽咧最終就係由黃衫嘅日本隊咧就對住黑色衫嘅中國1隊。咁啊，縱然呢日本隊嘅田中之子同埋溝江明香呢係全日本職業沙灘排球聯賽排名第1嘅隊伍啊，嚟到決賽面對住新鮮出爐嘅亞運冠軍中國1隊呢都明顯有差別㗎。中國1隊呢戴粉紅色帽嘅呢就係薛神啊，而白色帽嘅呢就係張希。咁啊，第一局見到啦，兩隊呢都互有攻守啊。日本隊呢嘗試喺發球方面呢突破啊。咁喺第一局，中國憑住張希多次強勁嘅攻擊呢，就以21-16啊先勝1局。咁啊，去到第二局，日本隊呢雖然多次防守都守到中國隊嘅強攻，但係兩位中國嘅球員呢，論身形同埋論力量啊，都比日本隊佔優㗎。結果呢，薛神啊多球超手嘅攻擊之後呢，以21-13呢再下一城，輕鬆呢攞埋第二局嘅比賽。咁啊，輕鬆擊敗日本隊之後呢，就奪得香港亞洲沙灘排球邀請賽嘅冠軍。中國2隊嘅黃影同埋岳元呢，就擊敗泰國隊奪得季軍。兩位中國1隊嘅隊員繼08年北京奧運奪得銅牌之後呢，對今場比賽同埋未來嘅發展又點樣睇呢？因為我們身高相對比他們高，所以佔了很大的優勢。但是他們的防守都很出色，所以我覺得，雙方都打得不錯。未來啊，我們肯定最後一個還是12年的倫敦奧運會嘛，我們希望能打得更好的成績咯。